年参与淡水采接，越来越多人来。新北市淡水客家文化协会。淡水采接的话，我的想法是做个几年，让淡水一般的湖南认识说啊，你们客家哦，就是有这个义民记。越来越多集体记忆，关于根源一直都在。传承就是一定要找一些小朋友才有办法传承啊，要不然我们现在协会大部分都大概差不多50岁以上的。这个2年下来的话，有找一些比较年轻的，连小朋友我都让他们入会。在淡水，居民渐渐知道有客家协会，客家的活动多了，大家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多了。不管你是上班族或家庭主妇，有专属的舞台可以发挥。每个礼拜都有5天都在上课。礼拜一的话，对不对？就是胡琴，礼拜2、礼拜4是那个合唱班，礼拜3打鼓，礼拜5的话就是那个舞蹈。每个人都有了新的面向，在舞台上发光。客家音乐、技艺共同努力，在更多人的心田耕耘发芽。多听大家的意见，进步将会行。多听大家的意见，进步才会快。多听大家的意见，进步将会行。多听大家的意见，进步将会行。这是另外一个腔。对，另外一个腔。海陆腔。不管学什么、玩什么，大人们在意，母语不能忘。从在地活动到舞台上，潜移默化，希望吸引新世代文化传承，世代交棒。多听大家的意见，进步将会行。多听大家的意见，进步将会行。谢谢宗宇老师。